你敢免输气？相信咱最近拢有发现，空气的品质真差，尤其是中南部，出门无挂喙罨袂使入。若为东边看过，根本看无中央山脉的存在。近来，环保甲健康的议题拢真夯，总是咱敢真正有去了解？政府敢有啥物作为呢？若讲到经济发展，逐个人拢目睭瞪大蕊，惊趁无钱、无头路。这有影是真拄真的现实问题。不只个，咱敢得爱环境出问题，健康不甲各样，才咧后悔。咱掠最近的例，塑化剂、喷油，敢毋是拢安尼？一切拢是利益去暗砍人的良心。民众若到违规车，煞无法度逼政府用较严肃的态度来甲面对甲改善。法律责任甲标准规范是对遐个生理人当说，所以遮个事件不是咧搬。敢讲，这嘛变成咱毋愿去面对的真相。空气污染已经是旧议题啊，这会伤害健康、致癌，嘛已经毋是秘密啊。咱兼要阁安尼忍耐落去，留一款环境互后一代，安尼趁偌济钱，敢有较纸？目前台北市环保局公告，若空气品质指数 AQI， 2016年12月初1公布的，超过400，就通停课，保护囡仔。嘛建议劳工停止所有的工课甲活动。咱咧想，其他的县市的囡仔咧？另外，读者若阁斟酌看，这指数是有若无。上早伫2014年，用葡萄粉 PM2.5是悬浮微粒指数的标准，一立方公尺有70微克，就是上严重的啊。但煞改做一立方公尺150微克，袂输要欺骗民众，根本是别人的囡仔死袂了。官方正讲，这是为着结合空气污染指标 PSI 甲柚葡萄粉指数 PM2.5这两个指标，提防互相矛盾的状况。虽望官方讲，这是参考美国的计算方式，增加臭氧甲其他 SO2 二氧化硫、亚硫酸盐、NO2 二氧化氮等等其他空气污染因素。毋过，柚葡萄粉指数的标准互降低是事实，何况过去 AQI 有超过400，根本无几工。所以，官方政策安尼变动，根本无替人民设想。实则是无想要面对环保议题，无要对咱的健康负责任。咱应该利用统计的方法做研究，无共款的因素拢着计算，才通调整标准。亲像政府即款放放放、无要无义的心态，无法度用数字说服人，落尾吃亏的定定是咱遮的戆百姓。